而家嘅人得咗一種病，上班嘅又攰，落班嘅又攰，坐低嘅又攰，瞓低又攰，食飯佢又攰，開檔做嘢佢又攰，就唔知點解攰，問佢又講唔出，反正呢就周身唔在趣，又唔使佢擔谷托木，又唔使佢割禾耙田，又唔使佢看牛餵豬，都唔知點解得咁攰嘅。但凡有人叫佢話，喂，飲啤酒咯喎，橫風橫雨佢都可以開佢個電動機過到去。喂，打麻雀咯喎，開台咯喎，一坐坐到8個鐘，佢完全冇問題嘅。你話呢啲係咩病啊？攰病、手機病、心病、新時代綜合症。鹹鹹濕濕4個人，慢慢咬中台，撥開泡沫，拿出龜頭合上插月亮，吳景叔讓條7有夜夜插爆洞，猛喂救命！我碌波插極唔夠力，裝出歡暢行得愉快，碌嘢再愉快向上。本市